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了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有话要当来，我无意见，也毋过迄个骗子袂当来。假使要聚餐，我想要找慧敏做回来。好啊，好啊，慧敏来嘛好啦，明火的位无啥爽快，慧敏来吼，应该斗3工啦。好。对啊，非得慧敏照顾无来咱兜食饭，又伊来嘛好，对吧，嘉诚？我无意见，也毋过我昨讲的，你敢考虑好啊？我等下到公司才甲你讲。恁是要讲啥？无代志阿嬷，有你确定？我等下顺便送你去学校。哦，足久无坐你的车去学校啊，赞，袂歹。好啦，你紧食，若无上课袂赴啊。冠华，外头。哦，多谢。文丽，你等下哦，加困一下。医生我带去上课就好。唔免啦，我甲隔壁老太太约好啊，要做伙去菜市仔买菜。哦，我昨昏迄领外套咧。迄领烧垃圾，我收起来，想讲等下去买菜的时阵，顺便摕去互人洗。你敢有看我的落地啊？无啊。你替我摕过来好无？哦好。这10万块，你摕去当做所费，想要买啥就买啥，无就去买一寡好食的回来，大家食。冠华，你哪会有遮尔济钱啊？你毋是前1仔才拿过加班奖金？这毋是加班奖金啦，你拿准兴华现大方哦。这是咱甲厝摕去贷款，摕去做投资分人的钱，这是头一笔，后壁也阁有哦。水宝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你甲我甲医生才是一家人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好好照顾你。你看兴华迄份薪水，哪有够饲咱一家人啊？当然是靠我出去做投资，加赚一寡，无咱老阿免怎，总袂叫医生来饲咱啊。是讲，你最近运气敢若袂歹前1仔领加班奖金，即马投资阁有趁钱，
什么运气袂歹，迄是我实力好无？毋管是加班奖金，还是投资分红，拢是我去拼回来的。文玲，毋管安怎，你只要相信我，在背后支持我，安尼就好啊。阮翁上赞啊！我一定相信你，支持你啊！冠华辛苦啊！袂啦，好啊，我先载医生去上课。给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林兴华就要甲内地讲每年的大工合约，合约内底上重要的一项就是报价。我爱你甲报价单摕来互我。张友莲的业务，这伤困难啊！我根本无机会会接近伊啊！你声声句句讲你是张家的人，叫你接近张友莲摕到报价单，对你来讲敢真困难？无困难，哪会无困难？比顶天搁较困难，无困难。我到底要安怎做啦？叶经理，你腹肚痛，敢要去医务室摕药食？哎，我无代志啦。公文要互我签啊？哦。廖组长，这公文是要送去公司的是？是。我拄好要去公司，我替你送就好啊。你是经理，哪会当麻烦你送公文，我送就好啊。以前你见着要安怎做，迄是因兜的代志。我是我该家己来。是你想要趁送公文的时阵，偷偷甲李建德见面，我无。我甲你讲哦，周总监破病，请假在厝内休困，这我上大。你莫咧变鬼哦！我甲你讲，叶经理，我哪有可能变鬼？我拢要继续留在兴华，无可能做对不起兴华的代志。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保证绝对忠心。好啦，我就暂时相信你。还阁有啊，甲你的手下管好，假使有人去美福来上班去一个我扣你一个月薪水啊！赔病卡案的。周小姐，这是转诊单。你即马就去迄边看病，迄边的医生会阁替你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好，我知影，多谢。明芳无伫个啦，你来创啥啦？请嘛，照久无看。我是想讲我听明芳要去看医生，我烦恼伊的身体，我想讲就紧过来看伊即马写款啦。安尼，来嘛，袂当讲无爱顾礼数啊，这车收落来。哟，即马搁这尔捌礼数，明芳应该就要转来，你去遐坐啉茶啦。多谢哦。来，啉茶啦。多谢多谢。哎呀，讲到阮查某囝
真正足歹命的。啊？亲，你莫误会哦，我毋是讲恁无疼明芳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迄个查某囝想过拍拼，无代无志，就我家己母甲遐尼忝，我是烦恼伊的身体挡袂牢。那即款代志哦，我已经甲伊讲过几落届啊。我讲伊身体无好，住喺厝诶好好休困，伊都毋听啊。你看伊啦，即马面色愈来愈歹，人愈来愈瘦，这互厝边隔壁看到，掠准我这个大家的苦都心苦咧。无，你这做老母的吼，你嘛甲伊讲一下叫伊爱听我的话。好，你放心啦。阮拢知影，恁足疼惜阮明芳的，有够疼伊的。你放心，等下我一定好好讲伊，好无？妈，你来啊！你转来啊！你讲你去看医生是无？结果啥款？医生安怎讲啊？哈？妈，莫遐尼大惊小怪，我有物件要互你，先去我的房间哈。妈，我先去哩哦。关心去了啊！下去哩才搁讲，行。你是安怎啦？即马是安怎？都拢神神秘秘啊！创啥啦？雄敲电话叫我来，母甲足紧张的，而且来就来啊！佮叫我买什么礼物巴给迄个老太婆，我也无欠伊啊！迄若水果是恁老母开600块买的哦，钱互我。钱，来，1000块你，免走啊！遮尔大方哦，袂歹哦。你打电话叫我来创啥？你拄则去看什么医生？你是安怎？你是毋是破病？得到什么绝症啊？哎哟，你紧讲啊！你哪会无爱开嘴要甲恁老母急死哦？好啦，我甲你讲，要毋过你爱答应我，绝对袂当甲别人讲哦。这两个母仔囝是咧讲啥？讲遮久拢还袂落来。亲，你是安怎想？你妈哪会？毋是啊，妈是安尼啦。阮妈伫内底甲我讲话讲伤久啊，所以目睭淡薄仔干，伫流目油啦。妈，你较早转去休困，我送你。唔免啦，我家己行就好啊。颠倒是你，你要好好照顾身体，嘛后改摘营养品来互你。你即马上重要的，就是要甲身体顾好，知影无？亲，阮查某囝，就麻烦你好好照顾哈，拜托。你妈敢若转型呢哈？以前来拢甲你提钱安尼赤白白，哪会今仔遮尔关心你的身体啊？明芳啊，你老实讲，你是毋是身体有啥物问题啊？无啦，妈，医生讲我有淡薄仔胃溃疡，毋过毋是真严重啦，食药啊好好治疗就好啊。干嘛呢？也毋过你妈伊咧……妈，歹势，我有淡薄仔忝，我先入去休困啊。好。
林哥，哎，这敢是拄上任的叶经理？哎，今日哪有闲来公司啊？送公文啊？哎哟，你即摆拢做经理啊呢？送公文这款代志交互底下员工就好啊。莫来这套。虽然我即摆是经理，应该做的代志还是要做好。啊，哎，民哥，恁张总监即摆还是真无闲，逐工拢爱加班哦。加班是无啦，只是吼，伊最近定下出去甲客户开会。哦，什么客户？是国内还是国外？讲什么 case 啊？这我都无清楚啊。经理，你来雄雄关心阮总监哈？哎，我甲恁总监嘛算是一家人啊，我关心亲人真正常啊。哦，是。经理，你是不是要甲公文给我？哦，好，我来替你处理。哎，等下，我听讲公司得甲内地讲明年的合约啊。哎，你哪知影？总监叫我。你拢会当知影，为什么我袂当知影？也毋过这是公司的机密呢，总监交代我千万袂当讲出去呢。我好歹嘛是经理。公司未来计划工厂嘛要了解一下啊，无定多日来，甲新运动同款，要甲工厂乱抄变怎？哦，是。根据我的了解，内地目前这个 case 吼，搁在报价，其他的我就真正唔知影。搁在报价哦？嗯，安尼报价单咧，在倒位？哎妈呢？是倒一个？你莫用我的电脑啦。倒一个搞讲啦，我的电脑无报价，报价系统只有阮总监的电脑才有啦，我家己找无啦。哦。告诉经理，真是想要知影报价，我会当替你去问阮张总监。哎，唔免啦，我看下要创啥，甲我什么地带？好啦，无爱甲你拍人啊，我要登去工厂啊。好。我到底要用什么手铐才会当入去伊办公室用伊的电脑啊？冠华，有代志要找我？无啦，大哥，我来送公文，要登去工厂啊。哦。这3000万都当作是我借你，也毋过你答应我的，必须要做到。安尼就明仔载搬转来。我知影。你确定阿姐真是无需要照条甲抵押品？唔免。因为我就是抵押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你确定阿姐真是无需要照条甲抵押品？唔免，因为我就是抵押品。阮爸讲，只要我搬转去住，伊就愿意借你3000万。害我错一条呢！我了做阿姐是讲，借这3000万，你就甲我分手。你咧讲什么啊？这种条件我哪有可能答应？我的未婚妻啊，咱的感情应该唔拿这3000万，哪有可能这样简单就卖掉？迄当然啦。互我较无欢喜的是，阮爸竟然利用这点逼我转去住。换一个角度想，你搬转去住，才有法度甲恁爸和好啊。咱要结婚，也是需要得到两家人的祝福。你就趁这个搬转去住，好我甲阿姐讲一下咱的代志啊。对啦，阿妈讲大家这久无自餐啊，想要找大家食饭，你敢想要跟我去？当然啦，假使恁家的人同意互我去，
我一定会参加的。好，安尼我甲妈讲。安尼，我等者嘛去甲阮公司的王副总讲，周转的问题已经解决啦。你先去洗身躯啦。好。慧敏，你即马感觉有甲张俊清联络？无啊，代志拢已经解决了，就无需要联络啊。而且公司的代志花足无用的，其他无关系的人，我嘛并大参与啊。哦，安尼自产的时阵，我就正式甲大家宣布，咱要结婚。宣布完，咱就去登记。什么办婚礼、请客这代志，等以后才阁讲好无？这么紧哦？哪有紧啊？你拢做未婚妻这么久啊呢？咱即个就直接行动，就算有人想要反对嘛，袂赴啊。安尼，阮爸咧，我应该爱甲伊讲一声。当然，也毋过伊嘛无法度阻止咱结婚。好，就安尼讲定。暗，即阵啊，多谢你的照顾。你若安尼讲啦，这段时间是你在照顾阮两个。因爸伫的时阵换这个家，即马伊无伫的，阮足侪代志拢毋知影要安怎。加再有你伫的，多谢你。哦，对啦，麻烦替阮甲恁爸说多谢，才阮公司会当顺利度过即个难关。阮一定会赶紧甲执行恁。暗毋免着急，甲公司的代志处理好才阁讲。需要啥物，用个随时甲我讲。我嘛甲慧敏讲，假使你要回诊，伊无用，我嘛会陪你去。你就是这么大心，你放心，我身体好真济，无问题。安尼我先来走。好，暗再见。开车顺利哦。妈，我甲友莲已经决定先去办登记，才补车客。这礼拜去看爸的时阵，会甲伊讲。你敢确定张家成会同意恁结婚？伊这个人心机这么重，竟然利用咱饲狗有困难的时阵威胁友莲转去。天底下哪有这款爸爸对后生开这种条件？因爸只是一直歹势开喙了尔，拄好有这个机会就提出来交换条件，而且友莲住咧遮嘛是意外，伊转去嘛是理所当然啊。你缀伫恁爸身躯边遮尔久啊，阁袂晓看人。你等咧看啦，我都毋相信伊会遮尔简单同意恁结婚，摕3000万，只是爱后生转去尔。伫我看，这只是伊的头一步，你上好考虑清楚。妈，我是讲真实的，你等遮尔侪年，你的青春拢浪费伫张家。你上好家己想看卖，莫规头壳想的拢只是嫁互友莲，最后煞啥物拢无啊！你吗？安怎？嫌阮顾家招待所的咖啡无好啉是无？无啦，无。这咖啡足好啉的。叶经理，我顶届叫你办的代志办了啥款啊？高大，你爱我去摕新华，互内地的报价单，我感觉有淡薄困难呢。无安尼啦，我甲钱还你，你请别人去做。钱你已经收落来了呢，哪会好意思阁叫你提出来啊？成功了后，我会阁加互你10万。我真欣赏叶经理的能力哦，莫互我失望。
唔知影中档看到这个影片了后，会安怎？郭当你，叶经理，我予你一礼拜，赶紧甲报价单摕互我。若无，我就甲迄个影片传互中档。到时阵，咱就来看觅啊，你这个干涉。到时阵要安怎踮伫兴华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总监，万坡百货老执行长讲，咱新运动就市第一个月成绩足好的，创销售纪录，所以专工送鸡两个来甲咱庆祝。你应该怎嘛想袂到，咱这个环境会当赢甲这么水快？对啊，这礼拜助理甲交环去专柜徛台的时阵，排队要买衫的人是几落人呢？哇，这一款式拢卖到无货啊！加菜味道有影，赞呢！安尼真好啊！来，做伙庆祝新运动卖了真好。来，老炮准备好，来喽，大家准备，一2、3。来切给两个人。来，咱即马就请陈总监来切鸡两个。哎，对了，讲到鸡两个，是不是爱订交回咖啡啊？我来订，好，我来，我要点拿铁，嘿嘿，你讲冰的是？我要小拿铁。冰的拿铁，好，安尼我要小的黑咖啡。总监，你敢要来一杯？小的。我跟你讲，要啉拿铁就啉冰的，唔是暂时休困啊。好啊，冰的较好啉啦，点冰的啦。总监，安尼敢卖共款点？两杯，最爱特调。两杯就好。小的拿铁，唔免啦，我今仔日咖啡啉伤济，啉就好。阿美，咖啡算我的，我摕鸡两个去互恁张总监。多谢陈总监。我跟你讲，今日卖客气，点较贵咧，哦。万坡百货老执行长送来庆功鸡两个。我想老义勇即摆应该笑嗨嗨，恭喜你！你要出国？哦，我要搬转去住。安尼你甲徐慧敏？阮无代志，是爸要求我转去的，我嘛无想要搁为着这甲伊闹甲无欢喜。嘛好啦，阿一甲阿嬷想法可能较传统，因可能是感觉你是张家的大囝，阁是大孙，一直住伫女方遐无啥好。对啦，阿嬷要自产的代志，你敢知影？早就知影，张玉丽讲阿嬷足期待，已经开始想菜单。安尼，你甲交还分手的代志，敢唔甲伊讲？敢讲你搁爱交还嫁做你男朋友啊？哪有可能啦？这款代志一改就有够，搁来一改哦。而且只是分手尔，甲阿嬷讲要创啥？回到到时阵，大家自然就会知影啊。我是感觉，喂，爸。哦，资料我会准备好，因暗早去互你。好，拜拜。什么代志？内地的采购代表 James 特别来啊，我甲爸还有台湾区的经理要接饭，安排接待的代志。若会当顺利继续签约，明年就有大量的代工订单。加上咱新运动的业绩真好，所以我想未来3年美福利想要甲咱诱来是无可能的。安尼你一定要成功啊！敢若想到会当拍卖臭皮膏彩迷，我就感觉足欢喜耶。冰河啊，我看你最近食物件，会敢若食无啥路，食足少呀。妈，可能是因为我下晡有食点心，所以即摆有较饱，食袂落。哦，好。啊是安尼，无恁豆豆食，我先来去楼顶看公文。哦，好。尤丽，你有感觉无？最近面孔哦，拢食足少，啊若无就一拢食袂落呢，佫愈来愈瘦。敢有无啦？
哎哟，啊，你也拢无咧注意啦。像顶个啊，因老母来的时阵啊哈，因的母仔伫房间内底，也支支楚楚讲足久的呢。尾啊讲啊煞吼，因老母行出来时阵哦，搁伫哭呢。啊，而且哦，伊伫甲明芳讲话时阵哦，甲以前的口气完全无共款，这足反常的。所以我感觉，明芳是毋是有病啊？什么病啊？我嘛毋知啊。我是咧想讲，恁老母以前嘛是食足少的啊，嘛是胃口无啥好，一直散落去。啊，尾啊检查才发现讲，恁老阿嬷母伊，你的意思是讲明芳阿姨着癌哦？较细声咧啦，讲遐大声创一声，我是咧约的啦。哦，怀疑明芳阿姨啥物拢会甲爸讲，无我问爸。你莫问啦，我在想吼，明芳应该是吼惊来烦恼啦。啊，伊既然毋甲咱讲，当然嘛袂甲恁老爸讲啊。啊，咱即摆若去问伊，伊若知影咱已经知影即件代志，伊规个人像你讲的起笑啊，啊是要安怎？所以吼，咱莫直接问，咱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来查清楚即件代志。啊，也毋过揣西底伊的身上，伊若毋讲，咱嘛无法度查。是啊，我想着讲啊，伊遮少年就安尼。哎呀，阿嬷，你莫阁家己气惊家己啊！无你卡根本就無代志。紧食饭，伊等下就落来洗碗。无代志啊！哦，好，啊，你拢总轻轻的哦。好啦。喂，经理，你哪即摆来遮？大家拢下班啊？啊，我有物件袂记互阿炳啊，我想讲下班坐过来互伊。你哪还未下班？我整理一寡资料，差不多要走。啊好，经理，我先走啊。好，辛苦，拜拜。无错，连天公伯啊，拢甲我当三工。你转来啊？你倒来就好，莫起来啊，倒来啦。明芳，我听妈讲，你食暗顿的时阵都无啥爽快啊，也是胃的问题是？应该是啦。迄天去看医生，医生无开药啊，互你食。嘉诚，其实我无代志啦，我只是……你就是想放强啊，互家己伤大的压力，所以这个胃溃疡都一直袂好。我看这阵仔你就好好踮伫厝诶休困，莫去上班。我只要休几工都无代志啊。好，安尼你就休几工啊，莫一直想讲要去上班。公司的代志有我。
还有友莲、文琪、冠华英啊。哎呀，我上班上了好好，你伫讲遮，互我讲甲无爽快的话，友莲甲文琪因若知影，一定会阁笑我。因是要笑啥啦？你是破病啊，还毋是挑工的啊？啊，对了，我叫友莲搬转来住啊。以后工厂有啥物代志，你伫厝诶直接甲伊讲就好啊。嗯。哪会亲像囡仔共款，伫咧使性地啦？好啊，莫生气啊。你互我去上班，我都袂生气。无安尼好无？有重要代志才阁去，假使若无，就好好踮伫厝诶休困。也会用个接受。好啦，反正吼，我无希望你甲身体拍歹去。较早困诶，我先去洗身躯，来倒好。亲啊，你哪又搁来啦？嘿啊，我又过来啊！哎呦，这物件足重诶！恁兜敢有啥物会当啉的啊？我家己来哈。毋是，你这是甲阮兜当作是恁兜的灶骹，你照啥顿来啊哈？哦，哎呦，安尼还搁炸礼物来？这毋是礼物，要互明芳的啦，互明芳食的营养品啦，互伊增加抵抗力啦。明芳伫楼顶吼，我来去看伊哈。无啦，你，哦，什么抵抗力啦？哎呦，这拢是破病的人伫食的呢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这个医生哪会安尼讲啊？拢袂晓替病人想一下啊！安尼，你这种状况，敢有啥物药啊会用食变好的啊？加加，搁另外找一间病院做检查，哪有啥物特效药啦？真正毋知你咧想啥？你明明就有一个董事长夫人会用做，好好伫咧厝内享福，你偏偏无爱，互家己做牛做马，忝我甲咱狗共款咧。我问你，你即摆有啥物工课比你的身体搁较重要的？哈？我看吼，你也是甲迄个工课辞掉卖做啊！这哪有可能？我才拄入去公司无偌久，哪有可能凊彩就放弃？安尼别人会怎看我？搁再讲公司的人，凡事搁叫是我甲工课当做办公伙啊！至少比你甲你的未来甲性命背入去较好啊！费治只要搁过几个月就好啊！阿是妈，你替我去拜拜，看敢会当保庇我顺利度过。我叫你踮伫咧厝内休困，你拢唔肯啊！拜拜有啥物路用？奇怪呢，什么性命背入去，搁爱去拜拜，敢有遮严重啊？哎呀，老啊吼，就是空洞啦，拢听无。这若是有你伫就好啊。也毋过我感觉即件代志，也是爱互中介的人知影较好啦。煞煞去啦，讲出来大家拢无欢喜，好咪苦。你至少嘛爱甲周家先讲啊，还有恁大家，假使你身体有啥物状况，至少因知影会用安怎处理啊。即摆也毋是讲这个时阵，是啥物代志爱处理啊？这听起来敢若无介妥当呢。哎呀，
好啦，妈，莫搁讲啊，我要去工厂，等下过来开会。你搁要去开会哦？我讲的话你哪会拢唔听啦？哎，你等我，你。妈，我要出门啊！你妈，恁话已经讲煞心，敢要恁食茶啊？嘿，免啦，亲，我还有代志先来走啊。哦，是啊，妈，我嘛要去上班啊。你要上班？啊，你人无爽快，倒要厝休困啊！公司的代志，互公司人去办就好啊啦，你毋免遮尔操劳。你看，我就讲啊。妈，我休困够啊，无问题啦。干嘛呢？啊，是讲吼，即摆医学遐尔发达吼，啥物病拢治会好啦，放较轻松咧，是啊，医生嘛叫我莫想伤济，叫我莫遐尼紧张。啊对啦，啊电视嘛，常常咧讲啊，讲人若身体虚弱的时阵吼，免疫力就会较差。啊，你嘛有摕一寡营养品来啊，你就食较多咧，安尼抵抗力吼就较好啊。对啊，迄个营养品足贵的，我开足侪钱买的呢。你一定要好好食完，唔通讨济济无？哎，亲啊，你吼替我甲伊提起，好好看伊食完哈。好啊，妈，我袂负啊。妈，我来去啊。哦，好，亲母先来走啊！哎，再见哈，再见啊哈。文玲啊，阿嬷后要拜托你斗相共一件代志，嘿。文玲，请你来。阿姨，你伫食饭哦？是啊，你今仔有闲来找冠华？无啦，我是专工来找你的。这是我今日早起烘的饼，要互你食，真好食哦。我想要多谢阿姨支持冠华做经理。来，请坐。你这样客气创啥？拢是一家人。冠华甲我斗相共遐尼济，伊做经理嘛是应该啊。多谢阿姨。歹势总监，新的报料款式已经出来，你敢要去看卖咧？好，我去看者。文玲，你先坐者，等我。你无用，有垃圾无？垃圾在倒位？有啊。廖组长。你若要去看医生，会当甲我讲，我会当陪你去啊。明峰是胃无爽快，伊去血液肿瘤科是要痛食。一个困在你边的人破病甲遐样严重，你拢无感觉？安尼可能是尾期呢。明峰敢真正得癌症？我有心啊。我知影你阿妈咧想啥物。张家囡仔遮多啊，民风无代无志，要搁生一个囡仔来斗闹热。唉，我若想到即件代志吼，暗时变来变去拢困袂去啦。我相信讲吼，民风巴肚底吼，一定是查甫的。你即马毋是干那一个人啊，你阁有巴肚底即个爱考虑呢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一切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肩上不存动言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
就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